在天邊盛大板拐之路，去旅行一定要懂去赤道，夜影悄悄到海灘漫步，同泳衣女郎大跳放手舞。他們不在乎太陽有幾猛，夜還新燒炭，激情轉讚，誓要跳激烈爆，炸節拍漸生夢幻。黃金旺季我剛好在場，居然覺去海灘舊時想，在赤道下常見鬼佬歡唱，勁歌熱辣為上。亞洲子民最愛到歐洲蒲，最向往到萊茵河畔散步，又到雪山同卓乖乖步，再到薩納河大跳探戈舞。他們不在乎冷風有幾猛，夜還新燒炭，激情盡讚，誓要跳激烈爆，炸節拍找踢夢幻。黃金旺季我剛好在場，居然覺去雪山舊時想，在鐵塔下常見那蕊歡唱，勁歌熱辣為上。人遍佈全東印度，有先去北海道打撈海藻，又到奇玉去做個貓奴，再到涉谷銀座跳嘻哈舞。他們好在乎